大家好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咗新一份財政預算案，一齊睇睇當中同大家生活較為相關嘅部分。稅務方面，寬減2026至27年度首兩季住宅物業差餉，上限每戶500元。寬減2026至27年度首兩季非住宅物業差餉，每戶上限500元。寬減2025至26年度100%嘅薪俸稅，以及個人入息課稅，上限增至3000元。寬減2025至26年度100%嘅利得稅，上限3000元。建議由2026至27課稅年度起，調整免稅額及扣除上限，基本免稅額及單親免稅額增加至145000元，已婚人士免稅額增至29萬元。建議子女免稅額以及額外子女免稅額增加至14萬元。建議供養60歲或以上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增加至55000元，而供養55歲至59歲嘅免稅額增至27500元。建議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扣除上限增加至11萬元。以上只係部分預算案內容，如果大家想了解全文，可以瀏覽以下網址。